大家好，我係 Bella。咁呢一集呢，就係我講啟示錄嘅第4集。咁之前呢，我哋呢係講咗啟示錄線形結構裏面嘅第1、第2同埋第4呢3大段嘅。呢3大段呢，我哋講咗7印、7號、7碗啦，即係啟示錄裏邊嘅末世大災難。咁中間個重點嗰度只係得2節嘅啫，我哋都提過噶啦。咁今集呢，應該係講第5大段 A 派呢度啦。但係呢，喺第1大段 A 嗰度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呢，喺之前嗰3集係未提到嘅。嗰個就係耶穌俾7間教會嘅信。喺啟示錄入邊嘅第1大段，即係 A 大段呢度呢，其實俾7間教會嘅信係重點嚟嘅，反而7印、7號都冇咁重要。咁7間教會嘅信呢，係擺喺中間嘅話，即係可見佢嘅重要性啦。咁啟示錄嗰度，耶穌寫俾7間教會嘅信，分別係呢7間教會。咁呢7間教會呢，都係今日嘅土耳其嘅境內，土耳其嘅西岸嗰邊。咁原來呢，呢7間教會呢係順住次序嘅喎，係咁樣去嘅，由以弗所開始，1、2、3、4、5、6、7間。咁為咗方便，就係記第一個字啦，以士別推撒非魯。咁呢個以士別推撒非魯，真係順住呢個路線去嘅。耶穌寫俾7間教會嘅信裏邊，呢7間教會有冇三文治結構或者係線形結構呢？如果有嘅話，咁即係呢度有重點；如果冇嘅話，咁即係7間教會都係一樣平等啦。咁我即管睇下佢有冇線形結構啦。我哋首先睇第一間寫俾以弗所教會嘅信。咁我見到呢，其實每一間教會咧都有一個 pattern 嘅，即係耶穌寫呢個信俾佢哋咧，都有一個次序嘅，有一個模式嘅。首先佢會寫第一段就話係邊一個寫呢封信俾佢哋啦，而呢一度咧就喺啟示錄第1章裏邊咧係形容耶穌嘅。7間教會裏邊咧形容耶穌嘅句子都係唔同嘅，但係都係嚟自啟示錄第1章嗰度講耶穌出現喺呢個7星啊金燈台啊中間呢度嘅時候嗰段咧係有講嘅。跟住咧就係耶穌又讚又彈咁樣啦。咁呢一個寫住加 VE 即係 positive 啦，呢個就係減 VE 即係 negative， 即係 positive 就係正面嘅耶穌去讚呢個教會嘅， negative 嘅就係耶穌去責備呢個教會嘅。咁咧以弗所呢間教會咧就有2個讚啦，中間就有一個責備啦，所以就佢本身就成為咗個線形結構啦，即係上下呼應結構。咁而俾每一間教會嘅信後邊咧，最尾呢度都要有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有耳的就應當聽，跟住得勝嘅我必定乜乜乜咁樣。第2間教會士每拿教會啦，咁呢度咧就冇彈啦，2個都係 positive 啦，讚咗2樣嘢啦。咁又係開頭咧就係形容耶穌噶啦，就首先啊末後啊咁樣，最拉尾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啦，跟住得勝嘅乜乜乜咁樣。第3間教會啦，呢間就一個讚一個彈啦，但係都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跟住到得勝的。咁我發覺咧係所有嘅教會都係有呢句嘅，結尾嗰度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就乜乜咁樣。但係去到第4間教會嘅時候咧就唔係啦。有咩唔同咧？上邊係冇唔同嘅，上面嗰個 pattern 或者個模式都係一樣嘅，但係嚟到最底呢度咧，竟然唔係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行頭喎，係得勝的行頭喎。即係如果呢間教會得勝嘅，耶穌就會點點點對佢咁樣，跟住先話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我哋再睇第5間教會撒狄教會，同第4間教會一樣，都係得勝嘅行頭喎，聖靈嘅行後喎。原來咧7間教會嘅信裏邊咧，頭3間都係聖靈行先嘅，跟住得勝行後邊嘅。但係4、5、6、7咧就係得勝行先，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行後邊嘅。臨尾呢4間教會都係得勝嘅行先嘅。啟示似乎想係話俾我哋聽咧，呢3個係一組，而呢4個咧係一組嘅，但係更大嘅可能性咧就係呢度咧係一個三文治結構喺度，推雅推拉教會咧係喺中間，上下2組咧係互相呼應，但係咧要成為一個完整嘅線形結構咧，咁最好就係呢個1、2、3呢3間教會咧自己都係一個線形結構，或者係叫三文治結構啦。5、6、7亦都係一個完整嘅三文治結構，咁呢度咧就成個一個完整嘅三文治結構，咁先比較合理嘅。咁即係話咧1同3要互相呼應，5同7要互相呼應。咁我翻去聖經嗰度睇咧，果然1同3係互相呼應嘅。點樣呼應咧？原來第1間教會同第3間教會咧，耶穌都有責備佢哋，並且叫佢哋悔改嘅。咁呢個悔改有2次添。而第2間士每拿教會咧係完全冇責備，亦都耶穌冇叫佢哋悔改嘅。咁我睇5、6、7 3間教會啦，第5同第7咧亦都係耶穌有責備嘅，
有要求佢哋悔改嘅。而中間第6間教會非拉鐵非教會咧，耶穌亦都係完全冇責備過，亦都冇叫佢哋悔改嘅。我哋再睇真啲呢7間教會上下呼應嘅結構。咁1同3咧，除咗話佢哋應該要悔改之外咧，仲有佢哋提到尼哥拉黨上下呼應嘅。5同7咧，亦都係啦。除咗話應該要悔改之外咧，第5間教會耶穌話佢哋說你是活着的，其實你是死的。而第7間教會咧，耶穌同佢話佢哋咧不冷也不熱，即係2間教會咧都係唔生唔死，唔上唔落咁樣。咁好明顯啦，原來耶穌寫俾呢7間教會嘅信咧，真係當中有個線形結構或者三文治結構喺度嘅。咁原來咧第4間教會推雅推拉呢間教會咧，真係7間教會裏邊嘅重點嚟嘅。咁所以咧，我哋詳細啲睇下呢個推雅推拉教會嘅信係咩嚟，係想講啲咩？咁呢個推雅推拉教會咧，耶穌係有2個讚俾佢哋啦，但係有一個鬧佢嘅。鬧佢咩咧？就係話佢哋容許嗰個自稱係先知嘅婦人耶洗別，呢個耶洗別咧教導同埋引誘耶穌嘅僕人咧行淫亂，食祭過偶像嘅食物。耶穌話咧，佢曾經俾時間佢悔改，但係呢個耶洗別唔肯悔改，咁耶穌就話佢要將佢拋喺大患難嘅床上邊。仲有嗰啲咧同呢個耶洗別行淫亂嘅人，如果唔為呢啲行為悔改咧，耶穌亦都要將呢一班人拋喺大患難之中。咁喺呢度提咗2次，如果唔肯悔改咧，耶穌就會將佢拋喺大患難裏邊。咁即係話咧，耶穌寫俾7間教會嘅信裏邊咧，重點就係我哋每一間教會每個人都應該要為我哋錯誤嘅行為悔改。如果唔係，耶穌就會將我哋拋喺大患難裏邊。啟示錄係預言末世嘅書嚟噶嘛？咁呢7間教會係初期嘅教會嚟嘅。耶穌寫俾佢哋嘅信，點解要記錄喺啟示錄入邊呢？咁應該就係呢7間初期教會同我哋呢個末世嘅教會所面對嘅問題係好相似嘅，面對好多逼迫啦、試煉啦，仲有好多異端邪說嘅誘惑，仲有耶穌咧特別提到咧信徒不冷不熱嘅問題，所以我哋末世嘅信徒應該都睇翻呢7封信裏邊所講嘅內容，睇下我哋有冇需要悔改嘅地方，否則耶穌會將我哋擺喺大患難裏邊，就如同佢對呢7間教會所講嘅一樣。咁乜嘢係大患難呢？我睇下7印7號7碗就係記載住啟示錄裏邊咧嘅末世大災難。好明顯咧，發覺咧呢度7印呢度咧就係人類互相殘殺啊、通貨膨脹啊、饑荒瘟疫啊呢啲大地震啊咁樣。嗰個規模咧都唔及得7號嘅。7號咧裏邊係地啊、海洋啊、淡水啊、日月星辰啊呢啲，或者人類死亡呢啲嘅災難咧都係涉及呢個地球生態嘅1/3，或者人類死亡都係1/3。咁即係話咧呢一度。呢一組7號嘅患難咧係比7印係大好多，但係呢7個號都唔及得呢7個碗，因為呢一度咧就海洋生物啦、淡水啦，都係呢個地球生態咧都係全球嘅，仲有呢個太陽超高溫，亦都係影響全球嘅，仲有呢個世界大戰啦，全球性嘅戰爭嚟嘅，死亡人數咧都係全球咁樣去計，咁所以論呢個災難嘅規模咧，我覺得呢7碗先至算得上係大患難。咁喺啟示錄之前，我講過3集裏邊咧都提到過啦，呢7碗就係末後7災，亦都係上帝對住喺地上嘅人所施行嘅審判嚟嘅，似乎神咧係要用呢幾個大患難咧，去作為呢個審判嘅手段。喺第6個號嗰度咧話，唔好傷害地、海同埋樹木。地海同埋樹木咧被傷害喺第1同埋第2個號嗰度發生嘅。咁聖經話唔好傷害地海同埋樹木。天使話咧要等佢哋喺神眾僕人嘅額上先蓋上了印，即係話咧喺信主嘅信徒嘅額頭上邊咧係將會有神嘅印記喺度嘅。咁但係啟示錄裏邊耶穌所提到嗰7封信裏邊，耶穌要求信徒要悔改嘅事情，如果犯咗嗰啲罪又唔悔改嘅信徒或者教會，佢哋會唔會有神嘅印記喺佢哋嘅額頭上邊咧？好大可能性係唔會嘅。咁呢個神嘅印記幾時發生作用咧？咁係咪由第1號開始就發生作用咧？咁就唔知啦。但係咧喺聖經喺第5個號嗰度咧就特別提到嗰個蝗蟲之災咧係唔可以傷害嗰啲有神嘅印記嘅人嘅。咁之前嗰啲第1到第4個號，咁嗰啲如果唔悔改嘅信徒額上
會唔會係冇神嘅印記？佢哋都要受呢個蝗蟲之災咧？咁就唔知啦。喺第6個號嗰度咧，就話到人類嘅1/3咧係被殺害嘅，咁其餘未被殺害嘅人咧仍然唔悔改。咁呢啲唔悔改嘅人會唔會包括嗰啲唔肯悔改嘅信徒咧？咁我之前嗰幾集咧都提過話，喺第7個號嘅時候咧，基督徒被提嘅可能性係好大好大嘅。咁有冇可能咧，就係啲唔肯悔改嘅信徒咧，額上係冇神嘅印記嘅信徒咧，喺基督徒被提嘅時候，佢唔會被提，而佢哋係會被留低喺世上去忍受呢個大患難咧。所以我哋基督徒咧，真係需要去翻去睇一下耶穌寫俾嗰7間教會嘅信，睇下有咩係需要悔改，確保我哋咧額上邊都會有神嘅印記喺度。喺啟示錄嗰度第5個印嗰度咧，就話殉道者要求有審判，就審判住喺地上嘅人。咁我哋知道咧，就個審判就係個7個碗啦。咁神話要等湊滿咗殉道者嘅數目先開始呢個審判嘅。咁即係話咧，由第5個印開始去到第7個號咧，係有好多人需要殉道嘅，以至到咧足夠去湊滿咗呢個殉道者嘅數目。咁而喺第6個號之後，第7個號之前咧，係有2個見證人。呢2個傳道人咧係為耶穌作見證，叫人去信主嘅。咁佢哋最後咧都係殉道嘅，似乎就係呢2個傳道人佢哋嘅死亡咧就湊滿咗呢個殉道者嘅數目啦。咁然之後咧先開始呢個地上嘅審判。喺第5個號嗰度咧就話有無底坑嘅使者作王啦，而呢2個見證人咧亦都係俾呢個無底坑嘅獸咧去殺死嘅。呢個無底坑嘅使者咧就應該係666嗰個敵基督嚟嘅。咁即係話，由第5個號開始咧，去第7個號之間咧，嗰個逼迫係更加大嘅。因為喺呢度咧，除咗咧呢個敵基督去逼全人類去跪拜佢之外咧，佢仲要逼全人類去身上去打一個獸嘅印記。如果冇呢個獸嘅印記咧，係唔俾做買賣嘅。咁大家想象下，如果個大陸人冇支付寶、冇微信支付，佢點樣喺大陸嗰度生活咧？嗰個難度幾大咧？所以喺第5個號之後咧，我哋基督徒咧唔肯接受呢個獸嘅印記咧，將會面對嘅逼迫係幾咁大咧？咁所以咧喺啟示錄嗰度咧，最中間呢一段咧個重點咧就係耶穌喺度鼓勵啲信徒。呢度咧係啟示錄14章12節到13節嚟嘅。喺度咧聖經話，嗰啲遵守神嘅命令同埋耶穌信仰嘅聖徒要有忍耐。天上有聲音話咧，叫使徒約翰咧將呢啲嘢咧寫落嚟。從今以後喺主裏邊死去嘅人就有福啦。聖靈話，是的，他們脫離自己的勞苦，得享安息了。他們的作為也隨着他們。呢幾集咧，我哋已經講晒 A、B、C、B 派呢4大段噶啦。下一集我哋進入三文治結構裏邊嘅第5大段。